对吗？妈妈好了，问妈妈。哇！啊，我们不能输哦，输人不输阵哦，哈，来，各位。哎，不是变狗狗的。变狗狗。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张伯谦、土豆、弟弟，他演导演，他都不访问人家。因为我刚刚访问过，你第一走马个套路吗？我觉得他一定是靠脸吃饭的，比你更像。来问题之后哈，我下定决心，今天这一集我也要去攻他。所以后来也把妈妈就坐在考教就会，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。现在假装的先拿出来。哇！两百盖。假装的先拿出来。哇，还有镜子哎，走在那，走在那。刘海都不接了，谁出的题目？来自己自首一下。谁拿出来？还有。没两个题，那只剩我了。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同歡喜來到新竹嘅新埔。哎，新埔兩片哈，聽說我們淡江是有起的咯。我聽說最近還有一個九瓊湖，好像也是觀光景點。九瓊湖，沒係懂有名。這講到這個新埔，就會想要來一個美食順口溜。哦，什麼順口溜？先不考你。好。我等一下下節目去查一下。好，先來分享一下今日嘅評審欣賞。提前嚟分享到係李子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龍。李師傅你好，還有我哋廢窗燃刀哦，我哋盧子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你剛剛停一拍係嘛意思？我想說要介紹一下他頭銜。你為什麼講到廢窗燃刀就嚇到這樣？因為我想說他現在多一個頭銜，他現在是 YouTuber 哦。好啦，來分享到今日嘅慘水咋？我呀特別呀主動冇腔，怎麼說呢？我這一組男主角其實之前就有老幾有一團。哦呦，有一團演分，哎呦媽個演分，我有認識過他，好好的小改對，是好朋友，他的坊間都是叫他虎克船長。哦，本名係我們的詹祥青，然後李意瑩。大家好。麗瑩姐係講媽媽虎克船長，歡迎。佢非常的厲害哦，佢會嘅東西霸氣比你還較多，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，我會想，怎麼你可以主持的？哎呦，等下玩也好好嘞。好，我跟你講哈，因為風水哈有一段，來到浪水面就一段哦。哎呦，這個緣分動。你要出櫃了嗎？其實我跟一段的是那位媽媽哈，來，中上方向你好，好，浪水嘅重中敬老林冠勳。大家好。嘿，媽媽就看過哈。有誒。提起來嘅時間係平手吧，平手。剛今日榮珍姐想要得到，我誒，剛才想拿錢。兩者都要。沒有這個選項，沒有這個。等一下先講。好啦，都要新埔呀，倒閉有沒有什麼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有新埔移民苗，非常棒的一個無形資產，它是我們代表的哈嘎精神。冇錯，移民苗真勁哦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麗瑩姐還有媽媽，你最近受傷了。對，骨折。骨折。唔怕，因為我們這一組很特別，完全靠兩人兩隻手，可是他是跟我一組那個。哦。像東風，他就是自動融入紅隊啊。我基隆沙共同動作吼，包含個一鳴爺嘛，想問一下咱水吼，你哋咪係柴田英嘛吼，想問一下我剛剛講的這個九瓊湖，你哋有去過嗎？有，就對面有政府哈，佢哈都是動用新名音哈，兼體力的哈走路哈。柴田英演出來本太家腔哈，這都要特別老了。哦，講到學術嘅東西吼，今年吼劇情嘅實在未當厲害吼，都有新埔劇情愛學嘅東西。啊，大家一定會接下去兩個字哦，吼，可以係。好，然後打開咗本大家看一下，呢度新埔愛學嘛嘅東西咯。板條，面趴板。哎呀，跟忙切的時間啦，有喊卡衝面趴板的那種，因為比上會跳講，但是我等下請達人出來，讓你睇下手幾好誒。三條好來，來分享到嘅手係啊做板條嘅牛肉，來文字，來太哥。文字太高，文字太高。謝謝謝謝。板條，人選板條大王。謝謝。好，老太家手機一下新埔嘅板條，做乜咁樣有名咧？起點新埔係農業一隻鄉鎮，所以講80%全部是客家人。客家人呢對了做板類嘅
做得非常有研究、有传承下来，尤其係新婦嘅板條，嘅板條好食，最主要係嘢秘籍係用再來米、菜來米去做嘅，做出嚟東西特別的好食，再加上因嘅客家人嘅爆香啊，又松酥，非常的香。所以新婦嘅板條會按好食按有名。原來係安呢。我想聽聽看我們的板條會不會講話哎，好好不好？打破了板條，哎，就上映嗎？請問你今天有帶來料理嗎？今天有。日本人創下嚟哈。不過該下講到，該係提一點哈。我覺得你們兩個可以表演，兒子為媽媽，媽媽為兒子。可是你們這樣仿片嘛？來講。做對為媽嗎？媽好了，為媽媽。哇！試試看啊，先讓媽媽講看啊，後生麼？用板，媽媽咪透後嘛？好嗎？還 OK 嗎？好吃好吃 Q 嗎？懂 Q，老娘要面 Q 按 Q。啊，我們不能輸哦，輸人不輸陣哦，哈，來，預備起。做伴侶嘅客家人嘅專利啊，客家人嘅專利。我這一碗真年的後生，啊有仲可以食下蒲嘅。呢啲板條都種嘅做法吧，糖嘅板條係傳統，現在搞一些糖嘅板條香嘛，又松香。要做棗嘅，要做炒嘅，還有做點油做肉羹嘅勾芡嘅。哦，底下每個人的吃法不一樣，吃法不一樣，所以都變化。所以做出來的東西，所以講是非常嘅好食啦。好。今日呢，體育館將那樣按好食按 Q 嘅板條，向下來做挑戰，自來進行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體育館呢，就拿出兩個客家人最夾舌頭的兩個料理板條，做的變化什麼噶，又傳統又有創意，難了。但是我們紅隊的料理太厲害，唐坤啊，風吹的料理苗嗎？雷夢叉米通板條。哇！板條用雷夢叉來做哦。真的。唐公雷夢叉係自家做嘅係嗎？哦，非常而且我們有探訪過，他是做海鮮的，他也是做創意的，他們倆都喜歡拿雷夢來做料理。哎呦，厲害咯！但是我們的藍隊也有做功課。佢哋哦，而家自主嘅客家嘅節目，佢哋係用客家元素來做。唐坤，咱最近我哋做嘅料理係三福平安，三福平安。山代表嘅山青肉，福代表嘅福財。哎呦，要期待嗎？平安呢？平安就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哈。好啦，大家對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好，搶開始咧！哎，我要先跟你們講一下，因為我倆吹呢，冇看兩隻數冇旁邊哦。我的虎克船長給還有做重訓，張伯謙你是比不上的。啊，厲害咯！對。等下我訪問一下。哦，而且你平常是沒有做料理哦。你看看。夾來看。你平常做2年前嘞嗎？平常在家裡都有做料理。有，因為媽媽手受傷，只能靠我嘛。所以其實這個手沒有造成你任何限制，對不對？獨臂刀王，獨臂刀王。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？賣切掉手。多謝都輸啊！哎，真的很厲害，有按後回來耶哈。哎，我覺得給都給下這些醬料什麼時候，他很肯定，對，懂精準。你看到俊斌師傅都會叫出來。啊，問一下，該烏係乜嘅東西啊？係調魚還是烏絲啊？係調油還是五絲？要醃一下。那個是醬油還是醋？醬油。哦，桂花醬油。純醬油嗎？不是，這個很特別的，是桂花醬油。所以它裡面的提味都進去了，還有帶一點花香的，很香。我非常期待，就是今天虎克船長他做的料理，表現出來就會告我們是沒有跟別人什麼不一樣的。對，而且對，
吃的比别人多。吃的所以才有重训的吗？对，运动是为了吃更哎，你多。懂厉害耶，他举重，举重。那举重的话有什么特别限制吗？有没有有？就是要有决心而已，像你就没决心。今天早上还吃2份早餐，莫名其妙。被发现了。对，昨天我重训的照片还上了靠北健身，因为人家觉得我那个动作太神奇了。哼，你要示范吗？哪里呀？把你举起来吗？就是扛着举100公斤啊！不想，没有摸膝盖，摸膝盖。螺丝给你。好，他有你们比赛的意识。等一下当都再来哈，好。先泡柠檬茶。我们刚才都什么东西？那到这个，不出来，不出来，我们除了有那个3青肉肉卜菜之外哦，它就这样子烘软哦。完全原始的料哈，所以应该都会做传统的米线吗？系炒，那用传统的米线。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张伯谦、独斗 B 级，他演导演，他都不访问人家。因为我刚刚访问过，你第一做嘛个套路吗？我觉得他一定是靠脸吃饭的，比你更像。来问题以后哈，我下定决心，今天这一集我会绕去讲法，因为我会踩入陷阱。你先问，你做嘛个套路诶？爱团结一听到主持有相关。摸，你讲出来。讲一下体重管理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把这个垃圾在你那边回收一下吗？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咱莫绕去讲法这样哟。哎，你刚真挺做体重管理哦，对，我们这2位也很需要。我今天身边的3位男人都很需要。我思维赶出风，其實冇法度趕在，幾險啊！现在因为冠城就都会切半条，他切的我真的佩服他，像跟机器切的一样。大条都 Q 用按哦，Q 用反了没有？对，人又帅，刀工又好，怎么办？基本上没有什么比不上你。他敢发油后吗？没以后，终于有一点点小胜算了。很刚好，他客家话也不好。好啦，等下分给梁山慢慢做，等下长过来款好不好？好。灵魂来了，柠檬茶米就要先泡这个。那里面是有什么？它有无籽柠檬、红茶，还有甜菊叶。对，它等下是这个去我看到一件事情，提味用的。这个是你吗？哦，这个吗？啊，很像我。这是你的茶吗？哎，被发现了，幸福名产。好，对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炒的动作。我们要喝那个茶，还有多带几包吗？有，有快递。你可以切个柠檬安泡呢。我觉得他的刀工真嘅係比上的厲害。我問一下吼，做乜個應該檸檬茶之外，還會加檸檬啊？提味，那個鮮甜會更提出來，對不對？好，我要來炒了。來炒。那個是溏心蛋嗎？對。該不會是自己做的？水晶蛋，對。在家裡弄好了，在家裡弄好。等一下會痛嗎？該？等一下煮板條用的。哦。煮板條會先同過。你看人家講嘛，剛才就是去做一個後來嘅法，媽媽就做的烤腳就會。媽媽現在就是這個狀態。媽媽其他過來的哇？是媽媽教你做料理的嗎？就我們平常會互相切磋。那詳情你要考慮玩個午餐嗎？好像都還不錯。有這個啊。你們的肉很胸部妞，互相幫忙看。哇！你來幫我丟餐。這個是雞胸肉哈。對，因為最近在健身，吃比較多雞肉。雖然等下係比賽啦哈，不過等一下我覺得兩位男生等下可以好好交流一下，一個健身，一個體重管理，我聽說可以有不同的結合。真的要交流的是你吧？你有什麼誤會嗎？我已經問他一些那個聯絡方式了。好，你當然都轉來，好，真的是非常厲害，加油！哦，我哋未開始炒咧。咁啊，來提你擺咧吼，等下唔會緊張咧吼。我看到你就不會緊張。哇，真的很會說話呢。見到假重了，先拿出來。哇！兩百塊。你這個角度，他們等下每個人會一直照鏡子哦。那一次比賽之後有沒有很想我們？有啊。想我們的時候可以打電話給我們，或是轉開客家電視台，就能請到人咯。有啊，我有傳啊，哦，今日準備凍豆的食材吼。冠城不會炒嗎？
会炒吗？哎，不呀，会哈。真的吗？我不相信哎来。对来换一下。对，这样才有型男主厨啊。啊，体重管理可以你就不要在这里了吧，会比较害到有比较有伤害。结果我还是换到这里。啊，管徐你都不好，在家里的时候又练习俩头出来吗？有练习吗？有啊。所以吃福菜比较会加速代谢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乱讲话。我想说，会开你的胃口，吃越多。不要再见。这可以配3碗饭的，所以逢3碗饭呢。这个应该很有学术。这边好了，我们等下再回来，因为这边很容易喷到我。哇！然后妈妈放板条。哎，你这个爆水笋冻好款哎。我帮你要不要？我爱天数。来，这边。慢慢的。哎，那就还蛮加雷梦，系吗？还没。要高一点吗？啊，高了。雷梦没听到打外付。最后画龙点睛了，包含那个汁也是吗？对。你给它皮哦，外付。有一些菜式哎，干不够吧？对，就是跟那个河粉 remix 起来。哦。哈嘎 and 越南。对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因为这个汤头啊就会熊而生。对。虽然说哈，就是他赶紧习惯吃有油葱酥的这个汤头，但是这个也很有创意。对，等一下还是会加一些油葱酥，对，但是又有时候又怕它盖掉味道，对，太油，对。所以可能其他详情给你走的是创新到传统的结合啦。帮我丢这个，有汤匙对不对？好。这个是那个雷梦茶，喝一下汤头，好，够酸吗？好喝哎！哦，好来哦，来喽！把它起锅了，到时候装到这里面吗？不是，没有，这个。起锅了，我们起锅了。起锅，所以我们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，等一下放个蛋对不对？装饰，然后就差不多。 OK， 剩下摆盘而已。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酱油。对，最后再加一点点。因为这是桂花酱油，它有表咪老妈最爱的香油。哦。好，详情都还知道妈妈最爱什么。真给。好，起锅了。起锅，好，我们这步煮差不多了，刚才就有了都数喽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可那体育馆底度哪部卡米西卡好吃嘞？好。体育馆呢，拿要半条来做料理，看起来呢，两家都有加入创新的元素。这是可能哎呀嘅雷梦茶米，红半条，这可能红汤头是灵魂。好，睇到这是可能哦。你皮到雷梦嘅味吗？有。哦，刚才雷梦茶比什么沾对喂，解那个比较油腻感。哦，已经到火里面，好好喝哦。对，因为我怕灰啦，所以我就用柠檬茶去油。不错，我们这组也怕这样灰啊哈。最肥的就是那个而已。好什么？冠成以体重管理的技巧，你觉得这有没有管理到？很健康。很健康嘛，对不对？连你都认同了。好，然後揾下攬住有雪裙嗬，嗰啲要泡菜，要鹹卵，要三青肉，非常好食。我们还没夹好，因為曾經挺好食咧，我感覺嗰板條吼凍 Q 呢，它就吼因為嗰板條係 Q 嘅，三青肉面係 Q 嘅，加落嗰泡菜吼，哦都好，因為也美就有一啲啲嘅酸嘅感覺，又好食冇太假。然後我們還有加一點點五香粉去提味。对，哦，这咸蛋厉害。我平常有炒板条用鹹卵炒啊，但是我就想講，你在梅頭好像挺單調，你講用泡菜吃款那麼哈，一點是新的板條就，還可以突出一點。母子同心，其利斷金啦哦。好，也体育馆呢，半条的料理兩家都非常有這個特色，都讓大家意想不到，米頭都懂沾的。三下輪呢，先來看評審現場，又有嘅天咯，歷史部搶本分數，耶！好，等下問下陸子明陸師傅，哇，
又是平手呢，妈妈。来，志勇师傅，你讲的拱头发来，给我们看睇下。今日有2片的板条哦，长到10分有特色，真的真的特色，真的都很有。但是鸦片呢，给个主题哦，很明显的，然后讲它都是越南式的、泰式的那种搭配。鸦片呢，主题它复杂了一点，但是它给它 Q 感啊。然后小米全部有炒出来，但是我还会选这个主题看明显的，所以我会选这样。对啊，因为你的主题平安还没有解释嘛。對，所以祝福大家，來攞一個祝福大家平平安安。好，因為師傅問你，因為佢是你係板條嘅口感，而且我感覺呢個板條可能會摸炒到，有啲板條炒到如何又 Q 樣嘅，一到可能板條好左邊下以煮，有行因為啲啲樣，但是略的湯頭燙透了凍好水啦，但是用片子正常嗰個可能係主體咁樣板條嘅口感樣嘅，好，怎麼一開始呢就幫觀眾朋友學到料理耶？聽觀眾朋友們都不卡這嚟吃做困啊！今日兩水淡水仔帶來料理，稍等下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教大家咧。中埔素滷菜。好，今日呢我來看盧師傅邊個帶來乜嘅料理咧？今日我做嘅係香蔥板條酥。香葱板条酥，糖起來麵的當中普普通通，可是壓軸在最後。好，先看一下食材。主要係板條嘛，要切一地地咁樣，係要蔥花，好要香菜要昆菜，呢一種係煮板條、炒板條當重要嘅東西。配色咧，好要辣椒要蒜頭，好咧要炸過嘅咧係蔥頭，油蔥酥，咧係炸過嘅蒜頭，哦，咧係肉脯，哦，咧係新鮮肉。哦，啲頂下嗰啲就先來泡過，板條嘅面嗰啲要用泡嘅。對，哇，用泡的哦，炸過哈。好，來你先泡嘛，好。我人生當中呢吃過一次炸板條，成為我最愛的板條滋味。真的，真的非常的蘸掉，因為泡過後，它真的很容易會酥酥的嗎？不會酥酥，但很容易吸汁。因為佢最關面會炒過，不會酥酥的。我要泡幾久？產到我本機要送洗子做得咧，我本機擦擦。哦。你們廚師都不怕被煸到的吼？唔會啦，唔會。看我們來賓有多害怕。好，然後用燒肉做乜嘅？一來先來炒刺嘅那種蒜頭，因為呢會好香好辣。哦，大家有乜嘢問題？有問題記得發問哦，麗英姐哈。那個肉不要裹粉啊。裹粉不用裹粉，不用裹粉，嘿，唔是粉粉，樣樣產到做得咧。哦，所以看到你阿些是可以比較差唔多。係要擦擦樣做得咧。所以那個吃的蒜頭米，而且表演原因係因為它比較辣，今天比炒的話就唔會這麼的。會好香啊，味會好香，香味後會出來。板條先生嘛。好嘞，啊師傅，泡個肉嘅油吼，咪做得泡嘅板條係冇？做得日本油。唔過佢加熱會不會粘在一起啊？對啊，甜甜的餅。澱粉加熱好會不會黏？因為產到辣。你幾係米咩吼？誒，產到辣咧。冇聽動機咗。誒，泡個油變態嘅呢？誒。我泡起來。它唔會黏啊。哦，咁樣。喺做打裝酥嘛。我炸出來。蒜頭產到要點點要香哦，我意思做到咧，好，葱酥餅下魚。哇，葱酥餅下魚。哇，這是要做避風塘嗎？誒，產到長樣嘅感覺。避風塘哇，好厲害！為什麼你甩起來都很輕巧的感覺？有一個技巧，對啊。它這個是不是有一點點像那個烤麻糬的感覺？中間會蓬起來。唔過等下炒高就唔會。哦。頂下坡有一些嘅硬用啊，是賴嘅時候咧，好，其實唔會嚴重啊。大家有問題嗎？會不會想說？我在等着吃哎，不過吼，等一下唔係打沙圈手在選哦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得到哦。哦。但是跟我一對基本上都吃得到。榮珍姐可是很有經驗的哦，上次來有吃到嗎？記得嘞，哦有哈，好，那我們這次讓給詳青哈。妹還用過？炒好之後，炒到越香，要香就先變到蒜頭。哦，炒蒜頭，不能夠多煲肚皮。你一咪炒無啦咯，變啦，炒啦。用裝燒肉。裝燒肉咧，要香梅肉咧。
我不下些就先铺过啊，那一类，炒一些找个铺甜一白，会很好煮。哎，同样也是蚕豆嘞。好，哇，有点像虾饼哎，虾饼啊，酥酥的。哇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切一块一块的？这一地地然后多做落水啊，这未做咧做咧烂得，嘿，做点心未做咧。胡椒粉咧，蛋肠写的吗？嘿，冇嘿，因为本记得剩下半条有梅头。会不会太腐掉了？哎，唔会唔会。刚才撒了1分钟哎。好，来，先拿那假装的先拿出来。哇！两百块。假装的先拿出来。哇，干嘛啊？还有镜子哎，摆盘。摆盘。还有镜子。你就母公呀，你有问过妈妈吗？走在那，走在那。刘海都被切了。假装的拿出来了，哎，你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珠宝，先检查一下。对。哇，下面还有玉耶。这么盖？是什么？哇，高脚椅。好嘞，半条，然后再整个破狗的。太浮夸了啦！用下来哈。所以你上菜的时候会按用大块。哎，大概来，我一点点染熟嘞。哦，也是配料，香梅、新香料。哎，应该还有加通係嗎？香菜，冇染。真的。來咧，蔥花、辣椒，因為好辣就走掉表，啊你配色就後背表。好。還有咧，牛腹的香梅。我一直被這個東西打擾。打擾。太浮誇了啊！它真的沒有極限。綜藝規時界最浮誇就是一個這麼大金雞蛋，這麼大一顆，裡面裝這樣而已。金不膩黑老家，媽媽還把蟲都拿起。你這個角度，他們等下每個人會一直照鏡子哦。好嘞，好香嘞哈。睇住黑公母開加蟲，咪做人拿來用擺。哦。最尾啊，好嘞，睇你有那啲珠寶表送你嘞。哇！哎，其實講起來有破狗機吼，那個速度後面就很快了。如果你這是珠寶料理的話，我是明珠，應該是可以吃的。哦，嘿。有點。有關係哦，嘿。我覺得這個珠寶盒好可惜哦。很可惜，因為只能裝一點點。對啊。好嘞啊，拿起來大家看一下，每條吼香蔥半條酥。還有煮好食咯。珠寶盒料理，媽媽也嫁妝，先來出題目一下。好，真係考題真係真問題啦嚇。個人啊，佢地板第三碗盤啊，係乜嘅意思啊？好 ，A 係板嘅重要性 ，B 係板嘅價錢。哦，對嗎？地板第三，嘿，是地板，嗰啲第三碗盤。板嘅重要性，又係講嘢價嘅價值。嘿，猜拳，現在猜拳。好，猜拳。換兩個雙兩個帥哥來，兩個帥哥猜拳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嘞。誒 ，A 又係 B。另一檢測咧。我是覺 A。好 ，A 吼，那就是昨天選 B 啦，吼。好。多帶瑪莎做的寫得到媽媽的嫁妝袋。答案係誰出的題目？來自己自首一下。誰拿出來的？還有誰拿的？沒拿的。那只剩我了。多帶瑪莎做的寫得到媽媽的嫁妝袋。答案係 A。他剛剛出了啦，各式的節慶啊，為了打扮以外啊，還有在魔漢弄色時節啦，稱為那啲板來補充體力做點心。板啊，到了客家人的身份哦，啲味道啊，係非常非常重要嘅。啊。
唉，冇錯。所以硬是講吼，體育佢要食果咧啦。用年下嘅時間嘛唔係講做班來搶。係啊係啊，做運動出，不過龍珍姐你係選 A 係冇？啊，我也選 A 啦。唔怕。好嘞。等一下嘅珠寶盒子咧做。對，板條你是盒子愛帶轉移。這樣更好的感覺。就輸了可以盒子帶回去。好嘞。哦，看起來就很酥呢。對。謝謝。哇。哦，超好吃哦。好可愛，我煮都會流出來，咁樣。啊，好食係冇？酥酥脆脆。對對。有嗎？口感？對，還不錯，我從來沒吃過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到吼，麗穎姐今天算是第一句話。瞬間打開了，這樣。啊，比你提這擺是個第幾類嘞？不一樣的做法，我吃的是有加醬油黑輪炒，這個是直接吃它的香酥的。古手真嘅凍 Q 又酥，而且要跟加下酸薯真嘅凍香，你覺得呢？這配料搭配得很厲害，用香。你看佢食到這點，那是香香的。其實呢咪係本來咧煮板條嘅東西咁，因為鋪個油蔥啊、芹菜啊、蔥花、香菜，即係本來是係。煮板條的東西，然後幫你煮的照樣用。好，剛剛呢頭前體育館係一比一咯，沙丁下來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丁完成中葡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送菜嚟。好，這杯米館我哋教嘅料理逢6點，先來猜拳，看哪組隊來選，好冇？好，不要，現款題目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不用看了，每次都是抽到跟題目無關的。好，今天就不想讓你看。今天對，上次好像抽完之後整個大換。對，整個想把牌子丟掉。啊，今天會做緊乜料理啊？今天我做的料理係泡菜炒豬肉。哎，這個沒關係，因為呢，泡菜炒豬肉哈，只要有泡菜就有味道，就會好吃。我們今天不怕給什麼。你的意思係講泡菜不會換是嗎？應該是吧。我好像聽說換的就是泡菜哦。是不是我們每次都要講給他們建議的？今日本意就兩片豬肉，但是你要地板某一天嘅泡菜，可能會有味噌豬肉。你的意思是這樣嗎？沒有啦，可能是更可怕的。哦，好，來猜拳，來，不然換龍珍姐好了，龍珍姐跟麗穎姐 ，K 掉，等一下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麗穎姐已經先我先拿個，先來着。好，來往這裡開。你們今天都是紅色，來。好，變過來。哇！面筋，這個很厲害呢，這個現吃就很棒了。厲害。連阿寶下龍珍姐吼，我們讓大家更大吃一驚。裡面會不會沒有泡菜啊？等一下打開來哦，3名一掌打開來哦，哈。你先來一下。槍聲要有風聲，風聲好，你自己打開來，打開來。3、2、1，哇！哇 ，Give me five 啦！好，那這個是什麼？兩個嘴好學的。厲不厲害？我紅色跟綠色，我用來老豬肉老香啊。其實這是要拿去煮埋嘅，切的沙沙的啊，沙沙崩的面筋都崩的。對啊，乾脆我們等下就做個青州小菜好了。青州小菜。好唔好？兩下呢，泡菜豬肉，馬上去了金行最杯米的挑戰嘍。好，最杯米呢好挑戰哦，田裡煮豆芽跟面筋。哎呀，你有沒有去煮嘞？但是我們不害怕，我們剛才已經有定論了。好，交給虎克船長。冇錯，兩下必須選了金行，必須倒數3、2、1，搶回4。好，3開始。哇！誰出的題目？來自己自首一下。面筋誰拿出來？還有面渣。誰拿的？沒拿咁多。那只剩我了。選項就只剩我了。好，等一下。你要負責倒
底哦。等一下试吃完之后，你走在老台个讲看吼，你本来个想法你慢慢来做，好吗？而且你这样冻煎蛋啊，真的冻煎蛋，它会那你炒呢。过来跟我们讲一下。啊，切的好好，这样算饱吗？哎，很薄。很厉害。那我问一下详情，你刚才抽到这个面筋的时候，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？就直接吃面筋。直接吃面筋，对。因为我刚才都有给 Timo 要炒哦。哎，你先帮我们一下，我要帮忙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妈妈在这边一下。好。我帮你们吹。那我也来问一下丽妮姐。一般在家里面吃这个面筋，你们都是怎么吃啊？配稀饭。直接配稀饭。就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没想到哎，今天还有炒猪牛哎，要炒猪肉，你们刚刚有讨论出什么战术吗？怎么炒？它是先把它切小块，然后腌，然后再下去炒。哦，你们要先腌过，看会不会提味。因为面筋哦本身很甜呢，有甜甜。对，甜的。那你们最后会做成的是甜，最好的朋友就是什么？辣咸。要不然你们厨师每次做菜都是要加了盐巴又加糖，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如果这条啊，我讲到咧系充电，因为有咧系冻怎么用强度哦？因为哪场都在其实是用机的酱料来变化，对，用酱料来变化。那这样酱料要炒锅吗？好，等一下我用到嘅雪菜肉嘛该。哎。全会用到吗？我再想一下吼，详情我们要透露一下，什么时候用厨师帮帮我？也可以不要用，也可以。你不用在那边逃避责任，你出的。要啦，那个爆香一个炒的时候，好，黑呀。等一下长狗类回来了。关键词。那我先跟你借一下关键调味长来啦，嘿。哦，好。关键调味长很出事啊，人家长很人家师傅了。不要再逃避责任了。明明就是你出的。好了，把它这个先剥好来。哦，俺就没切薄片哈。哎，对。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战术有什么。对。这个蒜头这些爆香，爆好，先炒个泡菜，好，再先煎这个，煎稍微熟一点，泡菜汤加入味。哦，俺就炒个放小就就像啊，卢师傅刚才讲的，俺就炒个，我们会用那个汤汁来帮你穷下炒。啊，你下泡出来，刚好有起款的米线哦。都有烤的时候诶，也可以用刀背来用管的呀。看不完米线。哦，用刀背。Hello， 厨师帮忙我还没用哦。我那是自己切豆薯啊。太好了。哎，还没有不给炒到半熟啊。先炒半熟。先半熟了哈。好。好，等下汤都转来哈。好。需要帮忙吗？来了天数吗？这个。好，来了，你要切，妈妈这样。你就不用买个东西。这个你要怎么切？哦，我们刚刚放了蒜头、酱油、醋。米酒、黑胡椒，这个你一个开从条牛切哦，确定好，我们一系列，对，虽然我们的材料没有他们先天那么好，但我们肉抓的可以久一点，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创意取胜的，对，来谁会有不用吗？辣椒，要放吗？放，你要怎么切？跟他一样。对，他只有跟我讲，节奏不要有交代，怎么切？厉害，对。那来就等一下，面筋哈，我们会先怎么样？是会直接拿下去炒吗？还是走马改变法？啊，我刚刚看到了一招，我想到了。你看到哪里？该不会看到我们吧？不是，我刚刚那个周公跟我讲一下。你睡着了。录影还给我睡觉。泡菜猪肉我知道，我会想要把汁先用筋跟肉跟货，但面筋没试过，但我觉得我就把它当泡菜来弄嘛。对，我觉得道理应该是差不多，应该是一样。我就把它当成泡菜，我就不会怕了。中庸的，中庸意思啊。系啊，更有意思啊。中庸的意思。意思是有地讲该重点，那重点的东西来配下去来。其实料理冇一定会用嘛个东西。对啦。你睇好，重新又香味出来了。好，他们好，我过去喽。好，就切好了吗？好，辣椒炸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热锅了。好，不给你打过了，来让你打过了。中火可以吗？这个。哦。放过去这个。好，来了。啊，煮好了呀。哇。哎，不会听见吗？不用汤。你们厨师帮我。泡出来就辣哈，不过加汤啊，绝配呢。
因为它的泡菜也属于咸的，嗯，对。可是我们最后那个汁还是要收掉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用太收，不用太收。不用收得太干。好，对。其實你還有一點點醬啊，其實這是做在崩盤啊，那就有一點醬要面。對。不要收太干。我们现在要不要换师傅来填修嘞？我们要不要去我那里了？好，哎，放进去，你去。我们等下肉的部分给师傅处理。那就先溶一下，肉下去。他先炒下去。我们先用一下溶来拍了，好吗？好。调味的部分先帮师傅看一下，我哋有枸杞的哈。好，那呢？然后讲一下初次填熟癌。初次填熟癌。好，我先来。先来啥？哦，体重管理对象来。海鲜大王。好，马拉比狗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救啊。厨师帮忙。你要唱骂啥？我可以让师傅猜拳吗？哎呦，第一次看到来宾这样子哦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救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太完美了吗？用对用啱未吧？哎，好，第一次快是。我现在火很小了。是啊，梅头啊。我干嘛改？来让你看。糖哦。哦。因为它属于咸的。对，所以你糖如果不够的话，对，会不够。它会死咸哦。但是我们最后还会再加上去，所以那个味道可能中和一下。你这个肉已经过老，有够老，吃了吗？已经太老，不用吃看就知道了。这样的哈。对。要后面才放哈。香油。香油。你觉得吗？醋。泡菜本身有酸啦，稍微一点点就好。提一下味道，因为你泡菜下去煮太久了。哦。这个呢？要不要再加？不用再加了，都已经够了。等下再试一下味道，应该是。时好，吸电斗。试一下味道，应该可以。是个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去我们那里吧。好，洗。好，我要用大招喽。好。你的大招是？厨师帮忙。你要唱骂啥？你要鲁师傅，让黑厉师傅。我这次来选。我可以让师傅猜拳吗？哎呦，第一次看到来宾这样子哦，那就让你赢了。剑斗对镜头。哎，你还 Q 一下来剑斗沙屋。好，你要选赢的还是输的？来，斌哥来。其实你只是多此一举，对不对？我选赢的。好，这样子会没有火。继续开始。好，现在起下梅头了到嘞。详情，你刚刚有加什么啊？我的肉还嫩的，对啊，看得出来吧？咸度其实差不多了，对，要用摸索的注意哦。啊，对，韩风风哎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丢掉，秘书啊，一点点吃掉吗？因为失去60秒啊。哎，怎么个加水啊？有一点点咸，我刚忘记果粉。我说等一下呀，就老面渣全部不用忘记吗？哎，然后咧，你要注意，帮佢熟的时间啊，你留落冰下伊搅的时候咧。好。你说等一下我就把整个倒进去吗？不行吧？不要一些就好，一部分就好了。一部分大概是几豆腐粉？大概一半就好了。我再倒一半，那还要继续热吗？还拌一拌就好？要拌一下就好了。OK。好，倒数了哦。要倒数了。4、3，那我帮你放下去了啊。拌一下就可以了。电斗，好，你要这就拌一下。真美的哈。好，一点点香油，这就好了。香油。好，公平豆来去给摸的哈。好。很小气呢，加香油也跟我计较。好，你几个几款，自己试一下。要切菜吗？妈妈已经在考究哎，我已经忘记妈妈的存在了。来，丽颖姐试看。你是试汤还是肉？我是肉要熟了。老师刚刚讲，你看它柚姐这里风哎。为什么？会不会太咸？好好吃哦。我觉得我们都还没吞下去。好，可以了，我放心了。好，那边也好了哈，来倒数喽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面馆，乃木卡张的眼里的太重谱嘞。好，
米亚馆泡菜猪肉，虽然你出豆给没泡菜，可是呢，刚他师傅吃的米头也觉得一点赞，所以请大家先来拼手来一把。好，好，来吃看呐哦。哎，卤面炸好吃哎，而且我的猪肉好韧，冻嫩呢。我很认真按摩它。看住吼，它的那个汤汁吼，像民主直接跟他讲啊，就是香香的，冻好咸。这啲就係棒盤啊，对，很棒哎，懂咱们的哎。他刚才说啊，汉尼拔不是买泡菜就要永州，而且还比较便宜。罐头是做的嘞。对。好。好，来吃这个你要得位哦。我们蓝队颜色弄得很漂亮哦。我们但讲系要泡菜嘅方式咯，看住加入啲嘅辣椒嘅配色。吃看呐。好 Q 的肉哦。非常肉丝啊。丽英姐吃到怎么样？因为我本身不爱吃泡菜，我还是觉得土豆好吃。厉害，这个评语又不会得罪别人。我们本身不太喜欢吃面心啦吼。没了，两组都做的真的好好哦。真的。哎，有跌破大家眼镜哦。好，刚刚平常各位过后呢，大家都有吃哦，南吹头风吹，真劲都表现都当好。所以3点好的呢，就会出自己自家嘅公认的想法咯。李师傅抢分数。哇！来第一嘛个眼镜，好，等下管下陆师傅。耶！等一下，你们有考虑过荣珍姐还要参加第3季吗？对，还要哭了。哎，好了，先讲皮嗨。呀，两片 Q 米都做得 OK 啦，但是我因为鸦片加泡菜加个酸甜辣，佢全部有凸显出来，所以表示加米是较重一些的。啊，鸦片呢就咸甜还做的，但是没当明显出来。你就是爱泡菜比较多。哎，某一天他是爱泡妞，不是泡菜。我欢迎来。您等的啦，好了 ，OK， 好。阿卢师傅嘞，但是讲都要看你的重要的问题啊。其实鸦片吼是政策落去冇严啲分，因为你的草案球哦一定严啲分，有怎么按 set。啊，鸦片哦点落去切后台的，我跳下去落去停住时个去煮，冇按熟。冇按忙熟，结果煮一下，嘟好熟，变成牛好嫩了，你啦。是政策都，牛切的太细了，其实咧是有分你都分子，做得表啲分来腌咧牛好恩全好嫩啦。好啦，两组都表现都非常的赞到，家今日的成绩出来咯，2比2，平数，恭喜风吹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哦，良好看一下荣静姐的表情哦，哎，开心不起来也没有很难过。前目拿前目也1008 Q， 加起来，你看2次加起来也算是第1名的钱了啦。对啊，哎，详情显老天啊，讲一下这一次参加心得。不再只是会吃，我还会煮。真劲呢，而且你还可以抖功懂厉害耶。真劲。啊，谢谢。丽颖姐。我不知道我儿子那么会煮，我觉得说每天都有他煮就好了。哇！哎，辛苦小谢了，赶快手好起来，换你煮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，我也要向你学习啊，儿子，下次看你的哈。对。啊，今年哦，体这摆到体2摆哦，参加就马个差别了。就看到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的中破赛，我就很快乐。哎，对，尤其客家菜吼，按真变法，唔会讲吼，像台湾人讲吼，真系强单调，系咩客家菜吼，也有进步哈。谢谢。啊，问下冠城，今天让妈妈穷下来参加一起来参加，有什么感想？可以跟妈妈一起煮菜很开心，尤其有合作。平常在家里没这个机会，没有就怕会吵架。好啦，今日的比赛呢，比赛欢喜哦，做者看到2组都系妈妈老奶的叫下来做料理哦，而且呢，
泰嘎都讲到这很难得的机会，哈尼拜就把这个风产搞本来也就抽哎，妈妈就可以开始了考教游戏嘞。李总，感谢你的参加，谢谢谢谢。非常感谢，韩语吼准备需要他们放一张台架吼，假使吼妈妈想要带你的来要穷下来吼。 真的没有关系，但因为每儿没做对，我就最开心哈。来，希望大家夹夹来报名参加喽。我想睇是个夹夹穷下来报名，一家之主天天祝贺你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好，亲一下妈妈，亲一下妈妈，亲一下妈妈，亲一下。